让我们一起加入客家风情，大家来讲客家吧。Hakka food culture has changed as the people have moved from place to place, and this includes when they arrived in Taiwan. On the day before Lunar New Year's Eve, Hakka families will fill a wooden bucket with New Year's rice. This will be offered to the ancestral gods for 3 days before being eaten by all the members of the family. This is thought to bless them with plenty of food throughout the new year. Also, there is a long-standing tradition that for the first meal of the new year, Hakka people avoid all meat and alcohol. Yo, time for another edition of Talk About Hakka on ICRT. Hello， 大家好，我係邊個Leo。Hello， 你好，大家好，我係 Josephine。今天有点肚子饿，要来聊这个话题，会让我越来越饿哦。是啊，因为想要你介绍一下客家的年菜啊，客家年菜没问题啊，没有啊。那我先介绍从这个初一开始好了。年初一的时候的早餐啊，就是我们会有那种吃早斋的概念，想说在这一天呢不要杀生，能够把这个很慈悲的观念呢，能带来一些福气。那也不错啊。对啊，一开始先淡淡的吃，是。不过接下来会越来越饿，所以一定要很多这种重口味的食物要来了吗？也是啦，也是啦，反正就忍一下就到中午了嘛。okay, 那中午之后呢，我们可以吃的东西很多啊。客家人最喜欢吃板了，所以我们会有什么甜板啦、肉板啦，很多的板类哈，甜的、咸的都有。这个主食要，这是第一点啊。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会用那个就要杀鸡杀鸭嘛，一定会有那个高汤皮糖，用皮糖去煮笋干，哎呀，好吃啊。然后呢，煮那个芥菜就变成常年菜、葱盐菜。原来如此。再来呢，就是我们会煮很多的那个逢肉哦，要来拜这个祖先。哦，这我知道，这是跟卤肉有关了，跟控肉那种卤肉，对不对？哎，对对对。哦，这个我喜欢。然后像南部呢，他们还会加入这个高丽菜，或者加入冬瓜，就变成狗力吹逢或冬瓜逢。哎，这不错哎，对，又吃到菜，但是又有那个肉汁去吸收。没错没错，而且冬瓜卤过之后呢，超好吃的，有点像肥猪肉。对对对。那还有一样就是这一定要介绍一下，我们家会吃，这南部客家也会这样吃，就是哈嘎点肉眼。我们就会把那个猪脚肉啊，加一点香油啊，加酱油啦，调味之后呢，拿手上一直弹它，然后弹它很有嚼劲。对，肉圆，对，肉丸子。哇，好棒哦！好了，不要再讲了，要不然饿下去了。OK， 我们来教几个单字。好的。包括我们这个好喜欢的 braised pork， 就是风肉啊，逢肉就是那个控肉嘛。And then 刚刚有介绍这个 cabbage stew， 也就是高丽菜风，怎么说呢？狗力吹逢，哎，多吃一点菜也不错啦。对对。好 ，There you go，another delicious edition of Talk About Hakka。什么睇噶？俺只say张来了。客家风情由客家委员会监制。We Love Hakka has been brought to you by the Hakka Affairs Council.